我咁講，佳健康城呢套樣板房半個鐘絕對賣咗佢啊！南北對流嘅4房，30萬嘅首期，入邊原版原漆全部交俾你，拎個包包就可以入住嘅。廚房入邊都係一樣所見即所得，呢啲冚唪唥都有齊晒嘅，連呢個冰箱都送埋俾你啊！呢套單位真係對流啊，超通風嘅4房啊，雙陽台，呢個主陽台，哇塞，咁大嘅陽台跑步都冇問題啊！採光對流非常之正啊！有興趣朋友呢，嗱聲約我睇樓啦，真係好快就會俾人搶走噶啦！有興趣朋友呢，留言3個6，真係 send 資料俾你，約我睇樓啦！佢每間房採光通透，真係正噶，入邊真係交房標準，超級高啊！我最中意呢就係呢個主臥啊，南北對流嘅主臥，3邊落床都冇問題，帶一個270樓嘅窗景，一排嘅衣帽間位置。做成一個南北對流嘅客房，有中意嘅朋友呢，真係快啲約我睇樓啦！而家開發商攞出嚟，優惠仲有空間㗎，有興趣嘅朋友呢，留言3個6約我睇樓。